墨西哥初二举行6党一届的总统、国会和地方选举，61岁薛恩鲍姆摕到约6成的选票，成做墨西哥头一位查某的总统。不过，这回选举对竞选到投票拢有乌道帮派介入的问题，尚无有37个候选人去互暗杀。大选投票结果约5点钟了后，墨西哥选举官员初三透早1点外宣布，代表左派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竞争总统大位的薛恩鲍姆得票领先主要对手30个百分点，成做墨西哥史上第1位女总统。总计拉丁美洲一共12个国家是由女性所领导。Agradezco también porque por primera vez en 200 años de la República me convertiré en la primera mujer presidenta de México. 今年，离墨西哥妇女伫1954年得到投票权，拄好70年。墨西哥市中心宪法广场透明住几啊千人，欢喜迎接这历史性的时刻。61岁出身东欧保加利亚犹太移民家庭的薛恩鲍姆，原本是一位物理甲能源工程学家。2018年到2023年，担任墨西哥市市长，下定了后，伫现任总统罗佩兹·奥布拉多的大力支持参选总统。竞选期间，伊答应会延续奥布拉多的主要政策，特别是社会福利。不过，观察家指出，科家出身的薛恩鲍姆重视数据特殊，做代志强调计划性，而且更较有国际观。墨西哥总人口有1亿2900万人，登记选民人数约1亿人。真侪投票所出口民调显示，投票率可能约80%。除了总统之外，也要选出参众2议议员、几个州的州长甲市镇的首长议员。改选这回达到2万是6年来上侪。为竞选甲投票过程，也正做甲乌邦竞争的战场，至少有37个候选人互暗杀。南部恰帕斯州2个市镇的投票甚至因为暴力攻击，煞被迫暂停。¿Cómo es posible que los candidatos ya nadie quiera participar por lo mismo que hay una mafia tremendísima y que estemos a la espera de lo que esas mafias nos están manejando? El problema más grande que tiene México con Estados Unidos es el tráfico de armas. Si pudieran frenar eso, se acabaría la violencia en México. 薛恩鲍姆会伫10月初1宣誓就职，要处理的除了国内犯罪猖狂甲散车问题之外，也有甲美国的关系，特别是跨境的毒品甲人口走私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